念，无知已经决定采用你的设计当做这次夏季时装周的主打款了。真的？小心！哎呦，不是，谁这么没素质，把车开到人行道上？这是哪儿啊？穿越到1987年，成了一个300多斤的超级大肥婆。啊！江一，你个死肥婆，竟然敢跟我们春儿姐抢男人！识相的就赶紧去离婚！凭什么？凭什么啊？凭你比一头猪还重啊！你看看你，就你这身材，这长相，你凭什么嫁给陆厂长啊？就是啊，三八，去死吧！不要脸！看你有多恶心！小三儿，不要脸啊！看看你春儿姐啊！长得胖就被霸凌，这也太过分了！我要给你报仇！江一，我警告你，识相点，自己去退婚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你打我！你再打一次试试！啊！江一，你疯了！你竟敢打佳佳！啊，他自己要我打的呀。真的是好奇怪，第一次听说有人要别人打自己的。哎，不过我这个人最乐意满足别人了。不要想，不要想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他就是我老公陆志安，好帅呀！志安哥，我们好心好意来给一言姐当伴娘，可是她竟然打佳佳。江一，你平常胡闹也就算了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也胡闹，你最好跟我解释清楚。靠！居然是个是非不分的渣男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在胡闹？刚刚明明是他们。一言姐她也不是故意的，她可能就是对自己的身材太自卑了，在大喜之日看到我们3个身材那么好，所以才一时失手打了佳佳。志安哥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而生离气。江一，既然我们结婚了，你往后最好收敛收敛你的脾气。对不起，我代他向你们道歉。马上快开始了，我们出去。慢着。行，你不说我胡闹吗？那这个锅我不能白背。好，现在带他们走。还是说你想替他们打我？我们走。穿越到80年代，我还成了个大胖子，这让我怎么办啊？1月暴瘦200斤，减肥法，什么东西？我是穿越大神，这是我失误把你撞穿越的补偿，它能让你1个月暴瘦200斤。
永不反弹。壮穿越，你就是那卡车司机啊？是。不是，我这刚得到古驰的认可，登上巴黎时装周，我不要你的补偿，你让我回去。哎呀，你回不去了。好了，补偿已经给了，我该走了啊。喂，人呢？既来之则安之，好在这原神的底子还不错，等瘦下来应该是个大美人。加油，江一言！这男人除了脸之外，身材竟然也这么好，极品男神啊！对不起啊，吵醒你了。哦，没什么事。这男人这样看，还挺温柔的。不过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那样了？哪样？我知道你因为胖而自卑，但胖是事实，你不能因此去欺负春燕他们。下去！你干嘛？你不许上来！你又在闹什么？今天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你……洞房花烛夜？我这么过分的人，我哪有资格给你个洞房花烛夜？出去！江野，江野！气死我了！真的是，什么人啊？不帮着自己的老婆，帮着死绿茶。长得胖就活该被欺负，酷还说我长得帅。哼！等我减肥下来，让你眼睛都移不开。江一言，你个肥猪，凭什么嫁给志安哥？爷爷，我好想你。爷爷是我呀，你的好东东啊。爷爷，洞洞，洞洞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公开我们的关系？晚点吧，我爸妈都还不同意呢，我得说服他们在一起。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偷偷摸摸的。爷爷，我一定会努力说服他们的。你不相信我，你还不相信我对你的爱。哎，爷爷，我最近啊看见一件衣服，只有10块钱，你看。哦，好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这也不就是个骗钱的小白脸吗？别人会被骗，我可不会。哎，爷爷，这个我听春燕说，这陆厂长是不是给了你100块钱？你看能不能给我钱？哎呀，好，你也知道我现在缺钱，你就给我点钱嘛。给你个大头鬼！你说陆志安没有给我，就算他真给我，我也不会给你这个骗钱的小白脸1分钱的。哎呀，爷爷，你不要生气嘛！我知道是我最近没有来看你，你才生气了是不是啊？我知道，不要着急，别动我，你放开！哎，爷爷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没有你我活不了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江爷，大晚上的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？这不是江一言吗？他不是和陆厂长结婚了吗？怎么和林家栋搂搂抱抱了？你们不要污蔑我，明明是他纠缠我，怎么成我跟他搂搂抱抱了？林家栋纠缠你，江一言，你300斤，他100斤，他纠缠你，撒谎要有限度的。对，就是江一言，我不肯，他非要尝上。幸好你们来了，不然我不可设想啊！哎呀，我就知道这江一言红杏出墙，给陆厂长戴绿帽子。呸！不要脸！可怜陆厂长年纪轻轻就被人戴绿帽子。
别乱说，我没有。一言姐，我们没有胡说，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啊。如果不是你勾引家栋哥，家栋哥为什么不缠着别人要缠着你？我也很好奇，我为什么不扇别人，只扇你？我为什么不打别人？我只打你啊！张哥，他之前就因为嫉妒我好身材打我，我看在你的面上忍了。可是他现在又因为我戳中了真相而打我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江一，道歉。他污蔑我跟林家栋有染，让我道歉。哎呀，我哪污蔑你呀，一言姐，我说的可是事实啊。家栋哥不喜欢那种又漂亮、身材又好又白的，只喜欢你这种300多斤又老又丑的大胖子。如果不是你跟他弄个男女关系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看我还是把你打轻了，这张破嘴张嘴就来。给楚然道歉。陆芷安，我是你妻子，你不信我说的话，你信他的。你说我胡姓出去，那我还说你天天跟这个绿茶待在一起，你们2个早就搞在一起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之前我以为你在胡闹，现在看来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你自己做了不堪入目的事，还污蔑春燕，现在立马给他道歉。如果我说我不呢？江一，做事要有限度。如果你不道歉，我们离婚。你为了他跟我离婚？如果你现在道歉，我可以。好，离就离，现在就离。张哥，一言姐污蔑我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但是一言姐，你可以污蔑我，但不要污蔑志安哥呀。这几天我之所以和志安哥在一起，是为了准备献给设计比赛的事儿。设计大赛？往年这设计大赛都是春燕夺冠的，人春燕是代表咱们厂里去参赛的，人家和陆厂长在一块儿那是办公，这江一言还造谣诋毁，真是太过分。就是，他以为谁都跟他一样好吃懒做，等着陆厂长养。人家春燕可是凭实力为厂里出力的，她是新时代的事业女性。陈春燕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什么赌？他们不是说我好吃懒做，你是新时代的事业女性，那我们就赌，谁能获得这次设计大赛的冠军？你要跟我比设计啊？我没听错吧？江一言，初中都没毕业的文盲，还要参加设计大赛？人家不仅要参加，还要超过春燕拿冠军呢。设计比赛的冠军，往年都是陈春燕，人家那是名牌大学毕业，身材相貌那样样都是出挑，一上台就赢了。江一言拿什么跟人家比？就拿他那一身肥肉吗？求你了，江一言，能不能别闹了？你敢不敢比？好啊，我跟你赌，但是如果你输了，我让你跟志安阁离婚，净身出户。好，那如果你输了，我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好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我要你脱光衣服，在村子里跑3圈，并且大喊：“我是陆之安的小三。”你可以吗？以江言的水平，我不可能输给他，不如答应他，让他和志安哥离婚。好啊，既然我跟你赌了，那愿赌服输。愿赌服输。江一言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这次的设计大赛是厂里办的，到时候会有很多渠道商来参加。你怎么怕我参加比赛给你丢脸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怕到时候会有流言蜚语重伤你。说到底还不是怕我丢脸。我知道你很想体现自己，但是做人做事总得量力而行吧。
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走。你，我要去外地出差一趟。你要是改主意了，随时跟我说。时装周的设计师啊，这千里的设计赛，你来干嘛呀？自古高手在民间，说不定这里会给我一个惊喜。我看我有。接下来有请陈春燕小姐登场。春燕姐。不愧是江源服装厂最优秀的服装设计师，这衣服，这设计，太好看了吧？对呀，那可不，陈春燕可是名校毕业的设计师，咱们十里八乡没人比得过他。哎呀，也就是某个小丑啊，扬言要挑战我们春燕姐。他江一言呀，就是那个老寿星吃砒霜，嫌自己命长了。接下来有请各位评委打分。恭喜陈春燕小姐获得本场最高分98分。这下糟糕了，要不咱们还是找嫂子，别让她上台了，把她输得太难看了。来不及了。看来是我想多了，没想到这种设计都能拿第一。真是，李助理，咱们走吧。接下来有请本场最后一位选手江一言小姐登场。哎，江一言要来了，好戏啊要开始。对呀，你老公要登场了，期待吗？把嘴闭上。下面有请江一言登场。人呢？不是说江一言要来吗？不会是不来了吧？我还说今天想看看他的惊世之作呢。这么说，看不到了呗？他呀，连初中都没毕业，他懂什么设计啊？他300多斤体格子，能穿进什么去？套马再来？哼，看来你老婆是离婚不逃了。你马上就要恢复单身了。既然江言不敢来，那我建议啊，直接宣布比赛的结果吧。我到底在期待什么？走吧。既然江一言小姐弃权，那么本次设计大赛的冠军是……慢着。这人谁啊？这是咱们厂的吗？咱们厂啥时候有这么漂亮的大美女？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美女。这身材，这气质，简直绝了，就跟电视里那个大明星一样，不，比大明星还要漂亮。放我们那里啊，你就是燕什么来着？啊，对，燕雅群芳。叶少，这个人穿的应该是巴布瑞家的风衣，但奇怪的是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他穿的不是巴布瑞家的，有意思。一个小县城里名不经传的小设计师，居然跟国际知名品牌撞了风口，甚至比他们的设计更超前。这群臭男人，之前还说春燕姐漂亮，
现在一个个眼珠子都快瞪到这个女人身上了。都怪这个贱人，她谁呀？哪来的骚狐狸，竟敢抢我风头！厂长，不，好兄弟，这个美女设计师你是不是认识？把她介绍给我，我俩要是成了，那你就是我亲爹呀！这看起来怎么有点像江一言？这位小姐，今天是本县举办的设计大赛，不是本县的人禁止参加，请你离开。喂，我劝你自觉点，赶紧滚，不然被保安赶走，那就什么脸都丢光了。陈春燕、林佳佳，这才多久？不认得我。你是江一言，你是江一言，江一言，他是江一言。江一言不是300多斤的胖子吗？怎么现在这么瘦了？你别说，江一言瘦下来之后，还真漂亮。这个陈春燕比起来，像个小丑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是江一言？就是，江一言之前有多胖，我们可都知道。你跟江一言长得一点都不像，我看呀，是江一言花钱雇你来替他比赛的。哦，我说江一言怎么敢挑战春燕姐，原来是找了个替身啊！我说这位小姐，你长得是有几分姿色，可是为了钱就违背道德给别人当替身，你该不会是出来卖的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我怎么不敢？春燕姐，你可得为我做主。志安哥，佳佳和百合虽然说话难听，但他们说的是实话呀。江一言可是300多斤，可是面前这位小姐我看着连90斤都不到，她竟敢冒充江一言，这怎么可能嘛？志安哥，我看赶紧叫保安来把他赶走吧，不然他在这里闹事会影响我们设计大赛的。想要让保安把我赶出去，也得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不是江一言。陆之安，他们都说我不是江一言，你怎么看？他不是替身，他就是江一言。她竟然真是江一言！哎，你别说，江一言瘦下来居然还挺漂亮。春燕姐，怎么办呀？一言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刚刚眼拙，没有认出来你。那既然你现在来了，我们的赌约就继续吧。刚才呢，我只拿了98分，不知道一言姐你能拿多少分呀？就是，这是设计大赛，又不是减肥比赛，瘦下来有什么用啊？衣服好看才行。我们春燕姐呀，刚才可是获得了一致好评，而某人恐怕连拿60分都费劲吧。我能拿多少分，不是你们说了算。让开！江一言上场了，好戏开场啊！对不对？哎，你们说江一言和陈春燕打赌，他们谁会赢？那肯定是陈春燕啊，人家可是大学生，每年都拿第一。这江一言虽然减肥下来是好看了些，可是他初中都没读完，哪懂什么设计啊？春燕姐，听到了吗？大家都支持你。志安哥，没事的，说不定一言姐能拿出更好的作品。春燕，你一会儿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志安哥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一定帮。江一言性子好强，等会儿他要是比赛输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提赌一事，就这么让他过去，行吗？志安哥，我本来就没有想和一言姐争什么，是她硬要跟我赌的。
那好吧，既然志恩哥开口了，那赌约设成项目。谢谢。江一言，没想到志恩哥对你这么好，但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叶少，这帮人可真的是有眼无珠啊！仅凭江岩身上那件风衣外套，就足够他拿冠军了。他到底还能给我多少惊喜？没想到能在这样的地方看到如此惊艳的作品。看来叶少是看中他了，能被叶少看中，这个设计师恐怕要一飞冲天了。哇，江一言设计的衣服真好看呀！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衣服。漂亮吗？露这么多，伤风败俗。我还以为江一言能设计出什么优秀的作品，原来靠露点啊！他不会以为靠露点就能获胜吧？志安哥，一言姐她是不是对设计有什么误解？她不会以为时尚设计就是穿的越少越好？感谢江小姐贡献的精彩走秀，接下来有请各位评委打分。还用得着打分吗？就他设计的这个东西，拿什么跟我春儿姐比呀？一个靠露点来博眼球的下贱货，还想挑战春燕姐？你怕不是活在梦里吧？我能不能赢，不在于你们这两张嘴。一言姐，要不我们取消赌约吧？我也是志安哥的妻子，要是输了，我一言抱不住。还没有出结果，你就知道我会输。江夜，春燕取消赌约是为了你好。春燕，叫的还真亲啊。夜，现在不是倔的时候，你就放弃赌约吧。放弃赌局？陆志安，你是觉得我的设计不如陈春燕是吗？这还用明说吗？你的设计就是比不上我们春燕姐的。请3位评委老师打分。江夜，我不明白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倔。你当然不明白，因为你眼瞎。作为一个服装厂的厂长，连最基本的发现美的眼光都没有。请3位评委老师打分。0分，居然是0分啊！我还以为我们江一言呀，怎么也能拿个60分，没想到是个零光蛋。江一言，你输了。完了，嫂子输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嫂子不会真跟你离婚吧？我想请问一下，3位评委老师打出0分的理由。需要理由吗？设计的差呗。就是，他原来呀就是一个草包，以为自己瘦了就可以耍点小手段搏上位勾引男人，没想到啊没用。作为一名设计师，我的设计既体现出了线条之美，也体现了女性之美，而各位评委老师却打出了0分，我认为这不合理。江一言，
你的衣服设计得很好，但这衣服太暴露了，这样的衣服生产出来没有人买，所以我们决定给您0分。谁说设计出来没人买？谁说设计出来没人买？这是谁呀？竟敢当众反驳评委！你是叶瑞大师？叶瑞是谁？叶瑞你都不知道？他可是国内登上巴黎时装周的第1人，而且是被写入教材的时尚大佬。听说他本人还是港岛的豪门公子。叶大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哼，如果我不来，岂不是看不到你们这3个败种？指鹿为马，说好为坏。江阳姐的设计非常好，柔软面料的小针纹，既舒适又不显浮夸，尤其是裙式的线条，做得非常卓越。放眼整个华国，都没几个能做成。说到暴露，现在沿海地区已经开始流行抹胸裙，要不了1年，这股风潮就会席卷整个内陆。这样，你们还敢说江小姐的衣服没人买吗？有人买。叶先生，江小姐，你在设计意图十分有天赋，前途不可估量。不知我能否有幸邀请你加入我的工作室？叶瑞的工作室，那可是行业内出了名的男妓，多少名牌大学生想进都被拒之门外。没想到居然主动邀请江一言，这江一言是要一步登天了呀！厂长，嫂子这么好看，你看这个叶瑞，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呀？叶先生，谢谢您方才的仗义直言。不过，在工作规划上，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只能说抱歉了。没关系，江小姐如果改变想法，随时联系我。告诉你。慢着。你要干什么？自然是来找你履行赌约啊。是啊，这陈春燕和江一言可是打了赌的，输了的人要脱了衣服围着村子跑3圈，并且呀还要大喊：“我是陆之安的小三儿。”他要是真照做了，陈春燕他爸妈非把他打死不可。不是，亮哥，你就投，我不能脱光在村里跑的，我爸妈会打死我。你看，要不陆之安，你以什么身份帮陈春燕说话？好，我可以让你不脱光衣服在村子里跑，但是你要把我结婚那天你和他们2人在房间里对我做的事情和大家说出来。你们仨那天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做。你是要裸奔，还是说出真相？自己选。对不起，你结婚那天我不该眼睁睁看着佳佳跟百合欺负你。那天是你们3个欺负江一言。亮哥，不是我，佳佳和百合他们觉得嫣姐配不上你，就在婚礼那天推了她几下，不关我事儿。春燕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看看，这就是你们的好闺蜜，轻轻松松就把你们俩卖了。佳佳、百合，我拿你们当姐妹，你们妈妈医药费都是我付的，你们不会真的想把责任推在我身上吗？是我们2个欺负的江一言。嫣姐，对不起，虽然我没有欺负你，但我确实袖手旁观了，我跟你道歉。叶，对不起了，是我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原因，误以为你嫉妒他们的好身材才欺负他们，是我。好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
陆之安，我们离婚吧。江一言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离婚吧。为什么？你心里还有气？你觉得婚礼那天是我误会你，对吗？不是你先提的离婚吗？好啊，现在我答应你了，我们去把离婚手续办了，从此以后各过各的，两不相欠。你是不是还在想着林家栋？对，我是在想着林家栋。林家栋他至少给过我好脸色看，就哪怕他是虚情假意的。可你的陆长，我不论做什么，在你眼里都是错的。就哪怕我拿了这次设计大赛的奖项，你对我有过一句祝福的话吗？如果你真的喜欢林家栋，想要跟他在一起，我会成全你。女人啊，果然除了自己，谁都靠不住。新时代新生活，加油江一，在这个时代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美女，买衣服呢？减肥之后，待遇都上了一个档次。哎，对，哥，我能跟您打听个事儿吗？随便问，放心说，美女。方便透露一下这衣服的进货价吗？这件2块5，这件3块钱。进货3块钱的衣服卖12块钱，300%的利润。这个时代卖衣服的利润都这么高吗？我要是进一部货卖出去，岂不是开店的钱有了？0？怎么会是0啊？我怎么一点存款都没有？志安哥，那个我在外面，别人都对我指指点点的，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份不用面对别人的工作？不用，你安心待在家里就好。我每个月会给你60块钱当生活费。谢谢志安哥，志安哥对我真好。我以前还真是靠陆志安养，自己1分钱存款都没有。看来想要发财，还是得去找陆志安。这季度报表你整合一下。嫂子，你来了。陈奇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你们厂长有事情说。哦，我懂，我这就出去啊。那个，有什么事吗？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在离婚后应该依法进行分割。既然我们要离婚了，能不能提前把离婚补偿给我？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要钱啊？怎么能算要钱呢？这是我合法所得。你拿钱打算干什么？我打算卖衣服。卖衣服？江一言，我承认你的设计能力还不错，但是做生意跟做设计完全两码事。你要是这么冒进的话，那可跟找死没什么区别。这就不劳你操心，反正我做什么在你眼里都是错的，到最后我会给你证明，错的到底是你还是我。我能问一句吗？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的？不是你先提的离婚吗？如果我不想……哎，打住！你为什么不想离婚？不就是因为觉得我减肥了，变好看了，不给你丢人了吗？说到底还不是只会看脸。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但绝对不会跟你这样一个只会看脸的人相处一生的。我不是。哎，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哈，特大优惠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哎，他这是在干啥？看一看啊，看着像是在卖衣服，但是这个转盘是干什么的？我不知道呀。春儿姐，这个江岩又在搞什么鬼？不就想靠这个大转盘博眼球吗？哼，痴心妄想！你在这守着，我去找志安哥。各位姐姐阿姨，大家看我身后这个转盘，上面是不是有不同的区域啊？这每个区域上写的都是可以减免的金额。
你们只要转到哪个区域，就能减少这对应的金额。赚到多少就减多少，自然。那我赚到本次免费，是不是就能免费拿走这些衣服？当然可以，而且不仅可以带走，只要大家去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，每多邀请1位，就可以多一次赚转盘的机会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呀！我这摊儿都在这儿，要是有假，有摊儿砸。那我马上把我儿子叫过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那我也马上把我老公和儿子都叫来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我也去叫人。谢谢。大家来捧场啊！来，大家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山哥，我刚刚看见一言姐在外面摆摊了，可是她那个摊位一没广告，二没人流量的，只有个大转盘摆在那里，生意可惨淡了。你快去劝劝她吧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刚进的衣服。江一言，这摊儿呀，可不是谁都能摆的。我劝你啊，还是老老实实的靠厂长生活，别在这搞些有的没的。我当时哪儿的狗在吠呢？原来是条丧家犬。上次你主人把你卖了，又回到他跟前。哎，不是我说你，别的狗挨打都长记性，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？好了，佳佳，这一言姐摆了这么久的摊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现在心情更不好呢，就别说她了。不过一言姐，佳佳虽然说话难听，但都是为了你好呀。毕竟这进货用的可是治安哥的钱，卖不出去啊，亏的也是咱们家治安鬼。好，既然你觉得我会亏，那不如我们再打个赌看。治安哥，一言姐一直不喜欢我，我说什么她都不会听的，你快劝劝她，她这么做肯定会亏的。江一言，我之前就说过，做生意跟做设计不一样。你一口气进这么多货，摆摊要摆在这种没有人流量的地方，你不亏本谁亏本？现在是没有人流量，这会儿就有了。等会儿呀，看什么？看你这个大转盘吗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就靠我这幸运大转盘，拼夕夕可是靠这种模式超过阿里，成为购物巨头的。就这一个大转盘，能找几个客人？得了，跟你们说不赢，咱看啊，就是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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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个转盘，转两个。哎，看我的！哎呦，减两个。可以，来，挑一下，随便挑。2个人啊！你这个大转盘就招了2个客人，真多呀！佳佳，我们一言姐也是第一次做生意嘛，你们不要笑她。跟我走，去我厂子门口，那里人流量大。不去。一言姐，我们治安哥也是为你好啊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好浓的一股茶味儿啊！治安哥，你看他这样放学。江一言，你为什么老是针对春燕啊？针对？既然这么心疼你的春燕，就把她带走。她要是不上门来找事儿，我想针对她，我还找不到人呢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春燕说的是事实啊。既然你也觉得她说的是事实，那我们就等着看看，错的到底是我，还是你？就是这儿。可能肯定都是演员。哎呀，演员嘛，哎呀，上哪儿找的演员这么好，货真价实的付钱啊！你们从哪儿找的资源？给我介绍一下。这我要是能找180个，不发了吗？真哥，我们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你也走。哎，大家看看，哎，这家是很对，特别好看。真没想到那个江岩生意竟然做得那么好。哎，我当时应该去学一下呀，到时候我门店生意也能那么好。闭嘴！不行，再这么下去，
那个江一言万一真的成功了，我的治安可岂不要被抢走了？姐姐，有个阿姨说你这里送免费的衣服。宝贝，你被她骗了，我这儿没有免费的衣服送。一件衣服而已，这么小气。志安哥，你看这老人家和小朋友，一看就是家庭有困难。这一言姐赚这么多钱，连件免费的衣服都送不起，真是小气。对，我小气你大气，那这么大气的你，不会舍不得给她买件衣服吧？这舍不得啊？你这春燕儿不跟我一样，是个小气鬼吗？你说谁是小气鬼啊？给我买一件。哎，一件怎么够？他们这儿有5个人，你不然买5件吧，毕竟您是大圣人，对吧？你5件就5件，我可不像某些人这么小气。好，谢谢啊。哪里吧你？来，快，谢谢春燕姐姐，快，谢谢春燕，谢谢。春燕姐姐，你穿我衣服干嘛？赶紧给我脱下来！听不懂人话吧，小杂种！我让你赶紧脱下来，要是弄脏了卖不出去，我掐死你！什么卖不掉？志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要误会啊，我没有说卖不出去，我只是啊，我觉得这衣服弄脏了不好看。哦，原来是我听错了。我就说嘛，这送出去的东西泼出去的水，春燕你就算再怎么下作无耻，也没有把送出去的东西要回来的道理吧？当然，我肯定不会要回来的。志安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宝宝，带姐姐去你家看看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来客人，我去给你倒。哎，不用，您坐，我们待会儿就走了啊。是这样，我呢准备成立一个爱心会，专门帮助咱们村里的这些孤寡老人和儿童们。想问问您2位有没有打算来我们这里帮忙？放心，我们活很轻松的，每个月还有50块的薪资。愿意，我们愿意。啊，来，我这儿有100块钱，是您2位这个月的薪资。我们明天见好吗？谢谢，太谢谢了。快吃吧，快吃吧。你刚才，你是不是想问，为什么我白天不给他们衣服，晚上呢又热心给他们工作，又给他们钱？是的。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我要是给他们衣服呢，他们照样过得困苦，不如给他们一份工作，才能真正的改善他们困苦的生活。而且我是卖衣服的，我要是随随便便就给他们免费的衣服穿，那其他人知道会不会想，只要他们穿的穷苦一点，就有免费的衣服可以拿？我这不是砸自己场子吗？那你既然成立了爱心会，你的爱心会接受捐赠吗？捐赠？当然可以啊。那我先替孤寡的老人和孩子们谢谢你了。行了，送到了，你走吧。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哟，厂长，你这是被嫂子赶出家门了呀？没想到平时在厂里威风凛凛，手下管着数百号人的厂长，在家里竟然是个福冈不振的奇怪人。不是，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看到你跟嫂子出来压马路，我就跟过来了。没想到看到这一幕，厂长，那不是我说你，好歹你平时也管着几百号人，这怎么能成了妻管严了呢？赶紧回家睡觉去。快
去！江野，你给我开门啊！你不开我踹了！把门开开，陈七在外面看着呢，你动手给我点面子。我今天不是刚给你爱心会捐钱了吗？我真踹了！那就让你坐一会儿，做完就走。我就坐一会儿，快！你这是设计稿啊？你会画设计稿？当然，我不仅会画，我还要靠这些设计稿成立自己的服装品牌，在这个时代打拼出一个大大的时尚帝国。哦，陈七走了，你也走吧。江一言不是连初中都没读完吗？为什么他画的设计稿线条这么完整？不过现在这些都是我的了，等我抄完这些设计稿再还回去，看你到时候怎么收场。江一言，我竟然想起了江一言。进来。志安哥，你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啦？什么？噔噔！这是你设计的？这当然是我设计的，我厉害吧？这些设计太棒了，我马上让厂里全力生产这些衣服。加油，创业人！江小姐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将江小姐的成品生产出来，绝对不会耽误江小姐的生意。我相信贵厂的，期待贵厂的好消息。好的。这不是我设计的春日系列女装吗？怎么出现在这里了？客人有看中的吧？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您这些衣服是在哪儿进的货呀？这些在江源服装厂。江源服装厂，那不是陆志安的服装厂吗？这件衣服设计的非常出彩，在东南亚应该也能成为畅销款。这是哪家生产的？江源服装厂。江源服装厂，去看一下。恭喜春燕姐，你这次设计的衣服啊，可成了畅销款，卖爆了！春燕姐可是我们厂里的头号设计师，她设计的衣服外面都抢着要。你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江一言，他怎么？嫂子，你也来参加庆功宴？庆功宴？春燕姐设计的春日系列女装卖疯了，大家都在给她庆功呢。你是说，春日是陈春燕设计的？不然嘞，江一言，不要以为自己运气好赢了春燕姐一次就有多了不起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春燕姐设计的春日系列已经卖爆了，预定款就有10万呢。你跟我们春燕姐比，就是个漂亮小丑。
对，我当然比不得，比不得你们春燕姐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一样厚脸皮，把别人的东西窃为己有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春燕姐怎么可能偷你的设计稿？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们春燕姐出风头不爽，所以故意来找茬来了。一言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啊！我可是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怎么会偷你这个初中还没毕业的人的设计呢？姜一言瘦了之后，漂亮是漂亮了，心还是这么歹毒。他不知道作为一个设计师，背上偷盗之名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嘛。就是。一言姐，我知道我之前一直和志安哥在一起，你不喜欢我，可是我跟你解释过的，我跟志安哥在一起是因为工作，所以我求求你，能不能不要污蔑我？我给你跪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厂长，你来的正好。江一言在这捣乱，他污蔑春叶姐偷的设计稿，还逼春叶姐给他下跪。就是啊，好好一个庆功宴都让他给毁了。设计稿到底是谁的？我说是我的，你会信吗？我相信你。他说你就信呀？厂长，你不能因为她是你老婆你就包庇她呀！佳佳，你不要这么说，志安哥也不是故意的，肯定是因为一言姐的爸爸曾经救过志安哥，所以志安哥才一直维护他的嘛。春燕姐，就算是江一言他爸救过他，那他也不能随便污蔑别人啊！污蔑就污蔑吧，反正也不会死，最多就是名声被毁了。名声坏了，和跟你要你命有什么区别呀？陈春燕，你言之凿凿地说我污蔑你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设计春日女装的时候，灵感源自哪里？设计灵感说不出来了吧？我替你说，春日女装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垂钓于湖边的柳树，所以它的色彩呢，都以淡绿色的线条为主。没错，我就是看见湖边的柳树，所以才设计出这套衣服的。可实际上啊，它真正的灵感源自于春天踏青时的青草。陈春燕，你连春日的设计灵感都不知道来自哪里，你还敢说它是你设计的？春燕，设计稿真是你偷的？不是，志安哥，那什么设计灵感说不清楚的吗？灵感来源确实虚无缥缈，不能当做证据。我还以为你能拿出什么证据呢，原来是空口白牙。空口白牙也能算设计归属的话，我还说春日系列是我设计的呢。可嫂子刚才说灵感源于柳树的时候，春燕确实应声了，这样是不是显得她很心虚啊？我刚刚是被江烟绕进去了，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设计灵感，我是听到刚刚一言姐说的话很符合我这个设计，所以就借用这个噱头。志安哥，对不起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好啊，见过宁死不承认的，没见过证据到脸上了还不认。一言姐，我没有做错，为什么要承认？如果我承认能让你开心的话，那我就承认好了。一言姐，对不起，是我偷了你的设计稿，但我求求你，今天能不能不要闹事了？今天是我们厂的庆功宴，我不希望让大家看见我不开心。江一言太过分了。好，既然你说春日系列的女装是你设计的，
那这你又作何解释？江一言，江一言。它既然是你设计的，那上面为什么会有我的名字啊？陈春燕，我没有想到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情。志安哥，你相信我，这个春日系列是我设计的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一个初中没毕业的文盲，怎么可能设计出这么好的作品？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在狡辩？陈春燕，你偷盗别人设计稿，品行不良。江源服装厂要不信这样的服装设计师，你另谋高就。你要开除我？不是你开除我怎么活？强哥，我错了。你看在这么多年我在厂里面兢兢业业工作的份上，你饶我这一次。强哥，你原谅我，不然我就去死。反正现在付了薪资都能噎死我了，我还不如直接跳了算了。够了，陈春燕，你偷盗别人设计稿，罚你半年工资，扣你全年绩效，你服气吗？服气，只要不开除我，干什么都服气。江一言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这么狼狈。我跟你没完。一言，我代春燕向你道歉。你是个什么人，替他向我道歉？你放心，这个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交代。吩咐下去，立刻停止春日女装的售卖，已经售卖的全部收回，收回不了的，算出所有收益，3倍赔付给江一言。厂长，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咱们厂的流动资金本来就不多，全都压在春日系列上面了。如果现在停止售卖并赔偿江一言的话，那我们厂情况将会不容乐观呀。我意已决，这次的确是我欠的。陆厂长，你好，我是叶瑞。你好，之前设计大赛咱们见过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们的春日系列女装，我很感兴趣，想要跟你们合作一下国外的代理。只要你肯合作，我们愿意预付1万块的定金。不好意思啊，叶先生，春日系列是我们厂里的设计师盗窃他人设计。如果你想要代理权，我可以把真正的设计师江一言介绍给你。江一言，相比他，我更倾向于跟你合作，毕竟你有自己的工厂，成本会比我跟江一言合作更低。至于盗窃嘛，盗窃的是设计师，又不是你。只要你不承认这个抄袭，我们仍旧可以继续合作。厂长，这可是1万块钱啊！有了这笔钱，咱们厂子就能彻底走出困境，还能有余钱换点最新的机器。当然，我不仅绘画，我还要靠这些设计稿成立自己的服装品牌，在这个时代打拼出一个大大的时尚帝国。叶先生说的的确很有诱惑力，但是我拒绝。我还是带你去见江一言吧。厂长，你疯了吧？这可是1万块钱呀！咱们要为大局考虑。再说了，这江一言是你老婆，她不会介意的。春日是江一言费尽心血创立的，他想要以此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。如果我把他据为己有，那么他的创业之路就会中断。叶先生，请吧。好。江一言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刘厂长找我什么事啊？当然是为了结算尾款来了。尾款？我不是才刚刚预付了30%吗？你是预付了30%没错，但是你的春日系列被别的厂商提前生产出来，现在市面上到处都是春日系列女装，我怕我把衣服生产出来你卖不出去，到时候你收不过来款，没钱给我，那我不是亏大了吗？可是刘厂长，按照合同来的话，尾款应该是在这批衣服生产出来1个月之内支付的。你这衣服都还没开始生产，就问我要尾款，这不合理吧？什
什么合不合理？我是厂长，我说了算。不过晚点付也没关系，可证明你这个小脸根很久。不然你陪我一晚上，我立马给你开狗。江一言，你敢打我！我不仅打你，我还要用断子绝孙脚让你断子绝孙呢！好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告诉你，我现在立刻停止给你生产衣服。什么是付了尾款？咱什么时候再合作？谁砸的？我砸的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法治社会，打人是要犯法的。打的就是你！打人犯法！你干什么？耍流氓就不犯法啊？犯法！起来！江一言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没完。好，既然如此呢，我也告诉你，限你1天之内退回款项，否则等着吃官司。好，没有我的帮助，我看你怎么生产纯人吃的女装。他有我。你谁呀你？他就是江源服装厂的厂长陆志安。陆厂长，这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张小姐，这样尾款不要了，我可以继续给你生产。口水看人低，仗势欺人的玩意儿！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跟你这种只会坐地起价的人合作，我们的合作终止。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我立刻就给您合作取消啊，并把那30%的预付款退还。赶紧滚！好嘞，爸。今天的事情，多亏你了。我们是夫妻，彼此帮助是应该的。这是叶瑞跟他的助理，他们对春日系列很感兴趣，想要聊一下国外的代理权。你们聊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江一言减肥成功后，不光人变漂亮，脑子也变灵光了，居然设计出了春日系列。哎，厂长，你不是要跟他离婚吗？等你们离婚了，我去追他怎么样？哎，你瞪我干嘛？反正你们都要离婚了，还不能我去追他了。再说了，咱们可是好兄弟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你想都别想，我是不会跟他离婚的。江小姐，这是代理合同，你看一下。这1万块，这么多？叶先生，您这生意做得挺大。那当然，叶家在港岛可是大家族，在东南亚地区有足足100家门店。100家？叶先生，您既然生意做得这么大，区一个春日系列的女装，不会真的满足您的胃口吧？你的意思是？我还有很多好的灵感都在脑子里。我想我们可以深度合作，我设计它，然后你生产出来，我们精诚合作，一起发财。哦，我知道我空口无凭，我把它画出来给你看。好。老板，有什么？有。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在干什么呢？画设计稿呢？不然呢？叶先生，这是夏蝉系列的女装。春日、夏蝉，看来还有秋冬2季的衣服。不知我能否有幸在那设计好？是我唐突了。
能和江小姐合作是我的荣幸。那你们先聊。啊，好，叶先生慢走，大金主慢走啊，慢点啊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发财了！有了这支票，我就可以买自己的厂，生产自己的服装，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没干什么，我刚好路过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你这次没有把春日据为己有。春日本来就是你设计的，他所带来的合作自然是跟你。你现在有了叶瑞的预付款，可以自己开厂做生意了。我相信未来你会比我更好。江野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对。其实你很好，也很有才华。厂长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工厂不卖。这是我的联系地址，如果您改主意的话，可以来找我。好吧。也就是第3个了，这个年代想买个工厂怎么这么难啊？江一言，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凭什么还能和你风生水起？今天我就让你在劫难逃！小姑娘，是不是想买厂房？走，跟我来。你不是痞子陈吗？嫂子怎么跟他走了？使用年限为25年，设备重量为72吨，制造厂家为苏联。你这明明就是废弃的厂房，你干什么？制造时间为1954年，投产时间为1956年。其他事情晚点说。放开我！滚！妈的，跟打老子了！变得加了枪指过。请您不要治好他，我会尽力的。医生，陆之安他怎么样？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尽力了，尽力了。陆之安，你混蛋！你结婚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你说你要照顾我一辈子，可是现在我才20芳华，你却要死！你不准死！你不准死！知不知道？其实我见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喜欢你，可是你非要跟陈春燕那个绿茶眉来眼去，害得我连一句喜欢你我都说不出口。但是现在你要死了，我不管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但能不能不要压着我？再啊，就死了。不好意思。你刚刚说喜欢我？我没有，你刚听错了。那你休息，我走了。也不知道陆之安现在怎么样了。你来干嘛？回家，这是我家。也对啊，这是你家，我都忘了，毕竟
最近我一个人住。你去哪儿？回娘家。你干什么？这话要我问你吧？为什么我一回来你就要走？你不是说这是你的房子吗？那你回来，我走不是理所应当的。江野，不要闹了，我们是夫妻，这房子也有你一份。夫妻？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夫妻？丈夫在妻子受委屈的时候，不仅不帮她说话，还一直觉得对方在无理取闹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之前都是我的错，原谅我吧。这个路渣是渣了点，但有事是真事。原不原谅你再说。你先把衣服脱了。不，你要干嘛？脱了吗？脱了。你要干嘛？把眼睛闭上。我们这样不好吧？外面路过的人看到了，我脸都丢尽了。乖，闭上。行，好了。行，好了。不是，你让我脱衣服，你就这个？不然呢？啊，那个，你身材不错，我打算设计衣服的时候用你当模特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什么。好吧，那我要休息了，你就请自便吧。不过不准上床。你江一，江岩，我给你做了早餐，最好趁热吃，凉了不好吃了。啊，奇怪，我怎么会梦见陆之安了？来了。趁热吃。这包子还挺好吃的。没想到这男人不仅长得帅，做的饭还好吃。怎么样？一般般，还行。江野，你觉得江源服装厂怎么样？江源服装厂挺好的呀，它规模大，跟全国多个销售商都有合作，生产出来的衣服啊，可以快速的铺满全国。你想要江源服装厂吗？好端端的，你用这个干什么？你不是想买一个服装厂吗？全县的服装厂都没有江源服装厂合适。可是那是你的厂，给我做什么？这你就不懂吧？我是等你把江源服装厂做大做强啊！咱们是夫妻，江源服装厂也有你的一半。等你把江源服装厂做大，我那一半不就很值钱了吗？哦，原来你是想躺赢啊？什么是躺赢？躺赢啊，躺赢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有钱赚。
那我就躺赢。好，那厂子我来管理。我向你承诺，如果1年之后不能将厂子做到100万的销售额，这厂子呀还给你，我那一半呢无偿送你。其实不用。吃饭。晚上见个魔术表演。好啊。那不是江一言吗？他怎么来陆之安野心不小啊，不仅自建渠道，还整了一个设计部，为服装厂设计衣服。就是这年龄有点老。嫂子，咱们村里就只能找到这些人了。不过我相信，在您的带领下，咱们厂一定能做大做强。江一言要接手服装厂，张婶儿，张婶儿，出大事了！慌张张的干什么呀？那个江一言要成为我们厂设计部长了。啥？张婶儿，虽然你只是我们设计部副部长，可在我心里呀，你就是部长。可那个江一言先要凭借陆厂长的关系取代你的位置，可真太气人了。而且啊，我还听说，他说啥？他说您年纪大了，该退休了。什么？哎呀，谁不知道设计这东西需要阅历才能设计出好东西？他说你年纪大，不就摆明了嫌弃你吗？他一个黄毛丫头，敢嫌弃我？老娘我吃盐比他吃的米都多，我这就找他去。张婶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位是张婶，咱们厂花重金请来的设计师，现在是设计部的副部长。张婶是吧？你好。好什么好？张婶，你干什么？江一言是咱们设计部新部长。我们设计部可不接受这种没水平的人空降，对他我不服。那是不是我有水平你就服气了？哟，没有实力，求神拜佛了。哎呀，设计部新部长。这炷香呢是时间，我会在1炷香的时间内画出3幅设计稿，让你心服口服。你真是说话不打草稿啊！你以为你是神仙啊？1炷香画出3幅设计稿。好了，我没看错吧？江一言竟然在1炷香内设计了3幅。我们啊，平时啊画一幅画啊，够难的了，修修改改，1个月也未设计出1款，他1炷香设计了3款。这个人要是当了我们的部长，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不会因为交不出设计稿而发愁了呢？画的画有什么用？这一看就是乱画的。哦，乱画。张婶，我现在宣布，你被开除了。在这个厂里面干了6、7年的副部长，凭什么你一来我就要开除？就凭我是你上司，就凭你上班时间睡觉，就凭你在这厂里干了6、7年，连一个畅销的爆款都没有设计出，就凭我明明画出了3幅明眼人一看就拍手叫好的作品，你却说我是在乱画。像你这样一个工作不积极、没有能力、连最基本眼力见都没有的人，我不开了你，留着你过年吗？陈琦，嫂子，带他去财务室领工资。好嘞。
张婶儿，请吧。江燕，你等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哎，起开，起开，起开！哇塞，江院长，你画的真好呀！张婶儿，您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江一言那个小贱人，仗着自己是厂长老婆，竟然把我给开除了！开除了？婶儿，你可是我们厂里的老人呢，劳苦功高。这个江烟竟然把你给开除了，你可不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。可是，听说呀，我们厂里新建了批布料，万一这批布料要是出了问题啊，我们厂损失可就大了。到时候江一言这个厂长难辞其咎。你在干什么？张婶，这大半夜的，你跑来仓库干什么？你不是看见了吗？我在看布料的花色呢。大半晚上的，你来看花色？我们做设计师的，当然是要先看完布料的花色以后才能做设计。可我怎么记得，我今天好像把你开除了呀？你已经不再是江源服装设计厂的设计师了，而且看花色你带个袋子。我出门就是不背个袋子，你管得着吗你？该不会是想偷东西吧？哎，你个小贱人，你胡说什么你？谁会偷厂里面的东西啊？我可在这个厂工作了6、7年了，厂就和我家一样，谁会偷家里面的东西？哎呀，去！谁呀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倒想问问你要干什么？这大半夜的，厂里的布料怎么在你手里？我倒要问你呢！在厂里面工作了5、6年了，怎么他一来你二话不说就要把我赶走？陆真，你到底管不管？我老婆既然选择开你，那自然有她的道理。我老婆既然选择开你，那自然有她的道理。哎呦喂，折寿啊！我可是厂里面劳苦功高的老人儿，你一定是被这狐狸精迷了心窍了你。谢谢夸奖。什么？你不说我是狐狸精吗？那只有这漂亮的女人才能被叫狐狸精，像您这样的，在电视剧里活不过3集就下线了。你行了，你什么你啊？大半夜的私自盗窃厂里的货物，这算犯法，知道吗？给我带去派出所！狗男女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我诅咒你们！这张婶，不得好死！我没想到张婶竟然是这样的人。今天晚上，多亏了你。没事儿，现在我是厂长吗？他偷厂里的东西就是偷我的，我当然要在意。救火呀！快点，快点！这仓库怎么会着火？谁干的？不知道。快，赶紧救火呀！快点呀！江一言，我烧了仓库，看你怎么和这样一个交代。这香水味是陈春燕的，难道是她放的火？天哥，天哥，我远远就看到有火光，这什么情况？我们仓库怎么着火了呀？仓库怎么着的火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难道他知道是我放火烧的仓库了？不可能，他不可能知道的。
我怎么知道？我才刚来。治安哥他污蔑我。我老婆不会污蔑别人。你们污不污蔑我没有关系，可是我们现在仓库着火了，我们新进的一批布料被毁了，我没办法生产衣服，没有办法按时向渠道商交货，到时候我们会面临一大笔赔偿，我们工厂可能会破产的。江一言，都怪你，你刚做厂长，我们仓库就着火了，你这个厂长难辞其咎。江姐姐，小朋友，你是那天那个小女孩？江姐姐，我听说厂里的布料烧了，我这里有一批布料，你拿着去生产衣服。这一批布料，小朋友，你知道我们烧了多少布料吗？一仓库，整整一仓库。你这一匹布料有什么用啊？再说了，我看你这布料这么脏，不知道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吧？哼，这种布料有细菌，万一我们用你的布料做了衣服，我们客人穿了，生病了怎么办？才不是垃圾堆里捡的呢，这是我买的。哼，说照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治安哥，像这种来历不明的布料，我们不能有。闭嘴！小朋友，这是你用来做衣服的布料，姐姐不能要。江姐姐，你就拿着吧。我知道这批布料很少，可是老师说滴水会成浆，只要每一个人都献出一份力，什么难关都能渡过去。滴水会成浆，小朋友，那你们老师有没有教过你飘很多滴水呢？不用听他的，谢谢你，真是解了姐姐的燃眉之急。哎呀，燃眉之急，江一言，我看你这脑子是被这大火烧傻了吧？剩下的东西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你想办法解决？你拿什么解决？江小姐，江小姐，江小姐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江小姐，我们听说厂里的布料烧了，我们把家里的都拿来了。这我不能要。我们知道这点布料对你来说是杯水车薪，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。谢谢你们。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我们被烧了513匹布，这些损失高达5000。更要命的是，没了这匹布，我们没法按时生产衣服交付给经销商，违约金5万。我来想办法。你去安抚工人的情绪，剩下的布料我来解决。你能解决得了吗？还是我们一起吧。相信我。儿子回来了。爸妈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儿子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你说你摆着脸给谁看呢？当初让他从政，在政坛打拼，他非要下来经商，说他2句吧，还跑啊！你说现在回来还要我有好脸色啊？哎呀，你好好说话呀！对不起，爸，我的厂子遇到点困难，能不能帮我一次？你们那边还有多余的布料吗？嫂子，不好了，工厂里的工人闹事了。走。离开这里！江源服装厂不需要江一言。江一言这个祸害，赶出我们厂！滚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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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不还是先躲躲吧，等陆厂长回来再说。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放心，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。昨天晚上仓库起火，损失了一批布料，让工厂的运转受到了这个阻碍。我知道各位都是厂里的老人了，对我们工厂有深厚的感情，大家有意见我也是能理解的。但是这个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次危机的，好吗？想办法？你能想出什么解决办法呀？就是，我听说我们厂跟渠道商签的合同是价值1万块钱，如果我们交不出货，我们就要赔偿5倍，那就是5万块。
5万块呀，江一言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能解决？5万块，把我们厂卖了都赔不起啊！我看就是这个江一言，他在做厂长之前，我们厂明明都好好的。他一上任之后，我们厂就出了各种事件。这个江一言就是个害人精，害人精，把这个害人精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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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快点！赶出去！赶出去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哎，这个人不是之前跟咱们厂谈合作的，他来干什么？一定是知道我们厂的布料被烧毁，过来问责来了。江一言，现在渠道商都来问责来了，你不是说有办法解决吗？办法呢？你觉得他是来问责的？那不当然。看来你不仅长得不行，脑子也不好使。叶先生，麻烦你了。交易而已，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。各位不是说我江一言没有能力解决吗？那你们看看，这是什么？5万的支票，真的假的呀？人家可是港岛的大商人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有了这5万块钱，我们厂就能渡过难关了。嫂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自然是交易。叶先生，不知您是否有兴趣跟我做一笔交易？什么交易？我每年为您提供10份设计稿，内容涵盖春夏秋冬4季的男装女装，而你只需要提供1张5万块的支票。这笔交易很划算，我同意了。我知道各位不信任我江一言，是因为我从未当过厂长，但是我恳请大家给我多一些信任，我一定会带领大家，带领我们江源服装厂走向全国，走向全世界的。好，好，好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江一，我们刚才是执意你了，我知道你不满，可我们也是担心我们厂破产嘛。我们是好心，你不能因为我们好心好意就针对我们呀。就是，再说了，刚才质疑你的也不只有我们呀。你想要秋后算账，那大家都要被你秋后算账了。一码归一码，我现在要说的是你们放火烧仓库的事。什么？仓库是他们烧的？他们看着挺好的呀，可是江一言总不至于在那么多人面前污蔑他吧？你说我放火烧仓库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。这个打火机呢，是我昨天在仓库捡到的，而我们全村只有你陈春燕有这个款式的打火机。真的是他们干的？陈春燕烧了我们仓库，差点让我们工厂破产，绝对不能把这个祸害留在这里，把他赶走，赶出去！叶先生，今天真的是多谢你了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没事，这是交易。不过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。惊喜？你先把眼睛闭上。睁开。江野，我喜欢你。叶先生，你一定没有调查过我的家庭背景吧？如果你调查过，就应该知道我已经结婚了。完了，春燕姐，我完了，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慌什么？又不是活不成了。春燕姐，你有办法呀？我们去广东不就行了吗？那个朋友们认识我们，谁知道我们之前是干什么？而且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广东遍地是黄金，我们去了之后肯定能赚大钱。等我们赚到钱了，我看谁敢欺负我。江一言，等我赚到了钱，一定会收拾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们放火烧了我的仓库。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。不是我没有。叶姐，叶奶奶，叶子头，我不会欺负你啊，我们好不容易。
如果后悔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做什么？带走。回来了，今天忙了一天，饿了吧？快动筷子。红烧肉呀，红烧肉做的好吃，肥而不腻。多吃点。你今天不是去城里吗？回来这么早？我去找了我父亲，请他调了一批布料回来。不过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你已经把这次危机给解决了。江一，我以前一直没发现你是这么优秀的人。我看到你一个人站在那些工人面前，却临危不惧的样子，真的很光彩夺目。今天说话怎么这么肉麻？江一，以前我一直都忽视了你，也从来都不曾了解过你。我们离婚吧。什么？我说我们离婚吧。你以前不是一直都很想离婚吗？现在如你所愿。所以这是最后的晚餐。好。我同意。你自由了。既然我们已经离婚了，那我能问一下离婚的原因是什么？要我帮你，可以，但你必须和江一言离婚。我陆家绝不允许一个连大学都没有读过的农村女孩当儿媳妇。江一，我喜欢你。之前我们结婚是为了报答你父亲的救命之恩，我们之间并无感情。现在你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我想是时候放你离开了。好，祝你前程似锦。近日，江源服装厂传来喜讯，该厂年度销售额成功突破100万大关。江一言女士设计的克鲁米系列登上巴黎时装周。女企业家江一言，短短3年，将江源服装厂打造成全国最大的服装帝国。恭喜江一言女士登上《时代周刊》，成为内地首位女首富。江一言，恭喜你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江一言，干嘛？对不起啊，看来是我太思念他了，以至于出现了幻觉。